刚才那个人是谁啊？张叔，我小时候邻居。邻居？那你怎么不留下让人家一起吃个饭？人家还有事儿呢。好可惜哦，好想知道你小时候是什么样，是不是也跟现在一样，成天皱个眉头，跟个小老头一样？大概是吧。你现在怎么那么有幽默感呀？哎，我告诉你件事儿，秦盛生以后不会再为难你了。只要不涉及到重要的机密项目，在大龙任何上市项目，你都可以自由的做事。你帮我要来的？本来嘛，大家都是为大龙做事儿，又不会害他。高山，以后我们两个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坦诚的面对彼此，就像这次跟王总的事情一样。奖励一下，奖励个。都这么多天了，辛苦了这么久，要不我们叫上娜娜他们，大家一起吃个饭吧？我不行，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咱们俩二人世界，要不我们两个还是两个人在一起待着吧？对不起。郑总助理让我给你的大龙08到10年的资料和报表。收好。哎，我们先排查一遍，然后再给其他人看，包括吴东娜，还有贝小荣。娜我能理解，贝小荣是为什么？你不会是怕他求爱不成，职场开黑吧？算是吧。居然承认了。不过路演之后啊，我发现这才没过几天，但是这些人啊对你的态度大转变呀，配合的不得了。要我说呀，你是已经受到了未来老丈人的认可，恭喜恭喜啊！怎么了？有些话，我不知道怎么跟林若开口。什么话？你要求婚？太好了，兄弟！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，兄弟保证帮你安排好。哎，不对，我银行卡被收了，怎么办啊？其实我藏了一个秘密。有头密。如果林若知道了，很可能会跟我分手。这么严重呢？那你要一直瞒着他吗？我不知道。相处了这么久吧，对林沃多多少少也有点了解。他这个人呢，死认理。你如果主动告诉他，总比他自己发现要强。如果是前者，你至少占据了主动权；如果是后者，那在他眼里你就是欺骗加隐瞒，罪加一等啊。想明白了？你说的没错，这条路是我一开始就选择的，无论结果怎么样，我都要去面对。不管怎么说，坦诚要比欺骗来得更容易被谅解。哎，你等等，你还没说秘密是什么呢？林沃，你在哪儿？和几个网络团队开会，什么时候谈完啊？已经结束啦，我都快到大龙了。那结束之后，你来大龙旁边的咖啡厅找我。我有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这么神秘？电话里不能说吗？见了面再说吧。原来张叔的熟人是他，他们认识啊。大龙、清润、陈宏宇，这会是巧合吗？